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。今日翻咗隻好經典嘅伊波路電視機款，仲要係今年先出嘅別注顏色。而最吸引嘅呢，一定係而家做緊前所未有嘅5折超筍價。呢隻伊波路自動機械錶官網定價呢係8180蚊，但係而家只需要5折4090蚊呢就買到啦。4000零蚊呢就可以入手到呢隻168年歷史嘅伊波路，絕對係超值。手錶直徑係39mm， 用緊瑞士 Sellita SW200嘅自動機械機芯，錶面係採用咗藍寶石水晶錶面，咁靚嘅紫色錶面上面做咗地球形狀嘅格仔紋，再配翻呢條打磨得咁靚嘅按壓式蝴蝶扣錶帶，錶底係做咗透視底蓋，可以欣賞到手錶嘅內部零件。伊波路呢隻別注顏色，而家做緊半價呢都係只需要4090蚊，仲有原廠保用5年。有興趣錶迷呢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時刻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